大家好，我係香港大學瑪麗醫院骨科部嘅麥建章醫生。相信唔少人都因為腰骨痛試過要揾醫生。根據研究，青少年呢個數字高達10%。隨住年齡嘅增長，腰骨嘅退化，去到25歲嗰陣時，甚至乎會有70% 嘅人試過腰骨痛。咁其實有啲咩可以導致腰骨痛呢？有脊椎畸形啦、坐骨神經痛啦、脊髓破行、細菌感染，或者甚至乎係腫瘤。坐骨神經痛，好多人都聽過呢個名，咁但係究竟係咩嚟嘅呢？其實坐骨神經痛好多人都誤解，甚至用咗佢嚟形容唔同嘅病徵。如果個痛楚淨係喺個腰部呢，我哋就唔叫佢做坐骨神經痛嘅。坐骨神經痛呢，其實係因為個神經根受壓，咁佢可以係因為椎間盤突出啦、脊椎有腫瘤啦，或者有細菌感染，甚至乎係因為骨折所導致嘅。咁神經根嘅病發咧，其實喺個頸嗰度都可以發生。咁喺個頸嗰度咧，就會導致手臂或者手嗰度有啲放射性嘅痛楚。但係喺個腰嗰度咧，就可以導致大髀、小腿或者甚至乎腳部咧有啲放射性嘅痛楚。咁因為腰部嘅神經線咧，其實都支配皮膚。咁亦都有啲人咧會有啲轉介性痛楚嘅。咁至於我哋真正嘅放射性痛楚咧，就通常咧係要去到小腿或者腳咧，先至稱之為坐骨神經痛。脊髓破行，咁脊髓破行咧係我嚟形容下肢麻木或者下肢感覺異常所導致行路或者企立嘅不安。咁同坐骨神經痛一樣咧，佢都只係一個病徵，就唔係講述引起病痛嘅原因嘅。咁脊髓破行係因為咩呢？就係因為脊髓狹窄所導致嘅。咁脊髓狹窄可以喺唔同嘅節數嘅，因為我哋知道腰骨裏邊有好多節。主要我哋要分別咧，就係佢喺個大腿、小腿或者腳嗰度嗰個分佈，從而了解到究竟邊條神經受到影響。咁同坐骨神經痛好相似嘅咧，就係坐骨神經痛同埋脊髓破行咧，都可以導致由屁股痛到落去腳嘅感覺。亦都因為咁，如果病人能夠話到俾醫生聽，佢啲病痛或者麻木嘅分泌咧，係會幫到醫生好多嘅。骨質增生，講到腰骨痛，我哋唔可以唔提到骨質增生。喺骨科醫生嘅術語裏邊，呢個有個特定嘅含義。咁普遍嚟講，佢係講話椎體或者嗰啲關節上面所產生嘅骨刺，咁呢啲係一個退化嘅過程，就唔係退化嘅原因。亦都因為咁，當我哋了解個病人嘅腰痛或者神經痛嗰陣時咧，要睇返究竟嗰個骨刺係咪導致病痛嘅原因啦。要做到咁樣，就一定要有一個徹底嘅病歷啦，同埋一個仔細嘅身體檢查，最後印證返電腦掃描或者磁力共振，去幫我哋決定究竟個問題係要點樣治理。脊椎腫瘤，脊椎腫瘤咧，亦都值得我哋一提嘅。佢哋大致上咧就分為硬膜外同埋硬膜內兩種。骨科醫生主要幫硬膜外腫瘤作治療，咁但係當嗰啲腫瘤喺硬膜以內咧，我哋就需要神經外科醫生嘅幫手啦。咁其實硬膜外嘅腫瘤咧，未必一定源自脊椎椎體，佢哋可以嚟自其他地方。大部分喺脊椎椎體發現嘅腫瘤咧，其實都係所謂轉移性腫瘤，可以嚟自肝癌啦、肺癌啦等等。咁亦都因為咁，發病嘅通常都係年長嘅人。咁點解我哋要留意呢？就係因為當啲病人如果有啲長時間非機械性嘅背脊痛咧，我哋就要小心啦。